作為計劃成員，你可以如何註冊積金易？你只需要進行簡單3步，就可以完成到積金易註冊程序，即係進行身份驗證、填寫個人資料，以及設定你嘅積金易登入詳情。成個過程簡單直接，只需要大約幾分鐘就可以完成。請前往 www.empf.org.hk， 點擊註冊，再選擇計劃成員，細閱通告，並點擊繼續。點擊註冊前，請仔細閱讀指示並提前準備好相關證明文件。註冊嘅第一步就係喺線上驗證你嘅身份。請使用智方便驗證身份。準備好你嘅智能手機，並登入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，以使用掃描二維碼功能，掃描你電腦網頁上所顯示嘅二維碼。註冊嘅第二步就係填寫你剩低嘅個人資料，部分個人資料將會被自動填好，請確認已填好嘅資料正確無誤，並輸入餘下所需嘅資料，包括聯絡資料及地址等。然後點擊展開聯絡資料部分，填寫你嘅電郵地址及手機號碼，以接收一次性密碼進行驗證。輸入你收到嘅驗證碼，然後再繼續填寫你嘅地址，並選擇你嘅編號通訊方式，核對及確認你提交嘅資料，並點擊提交。細閱條款及細則，點擊接受。你就會即刻獲得一組積金易號碼，點擊立即啟動。進入註冊嘅最後一步，建立你嘅積金易用戶名稱及密碼，以作登入用途。完成後點擊下一步。你已經成功啟動積金易，即刻點擊登入並開始使用積金易平台嘅電子服務啦。參加行業計劃嘅臨時僱員喺成功註冊並登錄積金易平台後，請查閱你嘅行業計劃臨時僱員卡，以用作未來嘅強積金供款或其他指示。你可以喺選單我的帳戶下選擇帳戶管理，之後選擇散工卡，以查閱詳情。希望本影片對你有幫助。準備好發掘更多積金易平台嘅功能未？立即瀏覽積金易網站 www.empf.org.hk 了解更多。